我很听话。那请问一下，刚才是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马路上就是车都围堵，嘿，然后我们出去外面看啊，发现柴犬在路中间，就把它带反锁这样。哦，那好像很乖。啊，结果我们这个狗有那个晶片吗？是有晶片，但是目前还没联络到主人这样。哦，那它叫什么名字它叫 Lucky。？Lucky。对。嗯，很乖呢。还没有把咖啡带来。它在外面。那看不让咖啡进。好。一起玩。好，等下进来。好了，吃完了没有？然后吃2盒。它是2。在外面发现有一只犬只在路上行走，造成车辆围堵。那员警立即上前来将其引诱，置路旁，并将其抱起，带至动物医院扫描晶片。那发现饲主的电话已经变更，无法联系上，那便将其带回本所收容。那并请邻里长协助宣传。那幸运的是，饲主在下午来本所领回。那本所呼吁有养犬只的民众那记得要做好防护措施以免犬只再度走失。